校服的自述。我是一件深藍色的男裝校服，西裝外套，長褲與白襯衫，左胸繡着明德中學的校徽。從製衣廠誕生時，我不挺束身，懷着單純的期望，盼望能披在一位品學兼優的少年肩頭，陪他走過求知問道的年歲。然而現實遠比幻想粗。5年後，當我被摺疊放入寫着捐贈的紙箱時，浸透纖維的種種記憶在黑暗降臨前洶湧而來。我的主人叫志華，中一那年，我便認清了他的模樣。放學後的後巷裏，他是絕對的主角。他雙手插在我西褲口袋裏，下巴微抬，擋在那個身形瘦小、眼鏡後目光惶恐的同學面前。書廚子，今天看起來很欠教訓啊，他的聲音帶着刻意打磨的冷硬。是他先伸手推搡那顫抖的肩膀，是他把書包搶過來倒扣，課本嘩啦散了一地。我緊貼着他的胸膛，感受那強而有力的心跳，但那不是恐懼，是一種混雜着虛榮與掌控感的興奮。我的深藍色在陰暗巷弄裏像一灘化不開的濃墨。看着那副跌碎的眼鏡，我第一次感到劇烈的羞愧，為這身本應代表端正的顏色，更為裏面那個正在歪斜的靈魂。日子在空洞的喧嘩中流逝，變化來得十分偶然。那是一個悶熱的午後，我們學校的籃球場與鄰校僅一網之隔。志華和幾個朋友在場邊閒晃，目光時常飄向對面。那裏一個穿着別校淺綠色校服裙的女生，正和一群打扮流氣的同伴嬉笑，聲音尖亮。她以後有挑染的指髮，裙擺改得極短。不知為何，她隔着鐵網朝這邊喊了句帶挑釁的玩笑話。志華擰了一下，咧嘴用相似的輕浮口吻回敬，一種膚淺的聯繫就此建立。他們隔着鐵網傳紙條，放學後在校外巷口短暫碰面。他身上的煙味和廉價香水味總在靠近時沾到我身上。志華的心跳會加速，但那不是心動，更像踏入禁區的渾濁興奮。他有時用塗着艷色指甲油的手指拂過我的校徽，戲謔道：明德中學是名校啊。志華便故作不在意地扯鬆我的領帶。我成了他幼稚虛榮的裝飾，這段關係輕飄飄的，卻仿佛踩在懸崖邊緣，然後崩塌，毫無預兆地來了。在父親那間充滿金屬氣味的燒焊工場裏，異常的電弧擊中了那個沉默的男人。志華穿着我衝進醫院，看到父親躺在病床上，全身大面積燒焦，纏滿繃帶，僅有小部分皮膚裸露，也是一片觸目驚心的焦黑與赤紅。刺鼻的消毒水味中，是母親崩潰的哭嚎與死亡冰冷的寂靜。母親抓住志華的手，泣不成聲。你爸爸撐着最後一口氣，就是要等見你一面，有說話跟你講。最關鍵的轉折發生在父親彌留之際那短暫的清醒時刻。志華撲跪在床邊，緊緊握住父親那雙布滿口繭與灼痕的手。父親的眼睛艱難地睜開一條縫，渾濁的目光吃力地聚焦在兒子臉上。他嘴唇如氣息微弱如游絲，每個字卻像用盡生命最後的力氣鑄刻。阿華，爸爸不成了。以後這個家要幫媽媽，書一定要讀下去。腳下那條路要走正，走正啊！最後那個啊字化為一聲悠長的嘆息，這聲嘆息仿佛驚醒了志華，他整個人猛地一戰，滾燙的眼淚洶湧而出，瞬間浸透我的前襟。他用盡全身力氣，哽咽着對那即將消散的生命喊道：爸，我知錯了，我真的知錯了。父親的手在他這句遲來的懺悔中冇力地滑落。那一夜之後，志華開始用近乎決絕的方式切割過去。某個深夜，我被他掛在椅背上，看見他獨自坐在書桌前。他先起身，
走到父親的遺照前，點燃一炷香，望着照片中父親慈祥而疲憊的面容，沉默良久。香煙繞，仿佛父親的叮在空氣中回蕩。然後他深深一鞠躬，將香插入香爐，回到書桌前，手機熒幕的冷光照着他緊繃的臉。他點開那個淺綠色頭像的聊天視窗，打了3個字：分手吧，明年文憑試各自努力。傳送。幾乎是下一秒，對方撥來電話，熒幕急速閃爍。他盯着那名字看了幾秒，眼神裏有掙扎，但更深處是父親病床前那片死寂的清明，與那句我知錯了的空洞回音。他沒有接聽，直接長按號碼，在加入黑名單的選項上毫不猶豫地點下確認。熒幕暗下，房間裏只剩他粗重的呼吸和一種斬斷亂麻後空蕩蕩的疼痛。從此那支電話再也沒有響過他的來電。葬禮後不久，一個周一清晨，志華將我燙得異常平整，甚至帶着一絲莊重走進了訓導處。他站在主任面前，臉色疲憊蒼白，但眼神直視。主任，關於中一時我帶頭在後巷欺凌李文傑同學的事，我來承認全部責任。他的聲音沙啞但穩定，從我內袋取出一封厚厚的信，雙手遞上。這是我寫的悔過書，記錄了所有經過，以及我父親過世後我的反省。辦公室鴉雀無聲，主任審視着他，目光掃過那封沉甸甸的信。按校規，帶頭欺凌情節嚴重者本應即時開除學籍。主任沉默了很長時間。你父親的事我聽說了。主任終於開口，聲音比平時低沉。走正路這3個字說來容易，他拿起悔過書，掂了掂分量。這封信和你今天自己走進來的這一步，我看到了重量。我與校長詳細商討過你的情況。他頓了頓，目光嚴厲，卻帶着一絲極淡的嘆息。我們決定破例給你最後一次機會，這機會不是獎勵，是考驗。我們想看看一個人是不是真的能把對逝者說過的話一步一步走成腳下的路。那天放學，志華在空無一人的籃球場邊找到李文傑，夕陽將影子拉得很長。志華對着他深深鞠躬，我的面料因這個充滿歉疚與決心的姿勢而緊繃。對不起，他的聲音乾澀清晰，當年的錯全在我不求你原諒，但這句話我必須當面告訴你。沒有旁觀者，只有風吹過空蕩球場的聲音。對面操場上隱約又傳來那抹淺綠色身影和同伴喧鬧的笑語，此刻聽來無比遙遠空洞。志華沒有回頭。往後的日子，我被掛在門後的時間越來越長。志華放學後匆匆回家，褪下我，換上舊衣，變身成修理漏水水管的工人，清洗廚房的幫手，計算家用的管家。我看着他額頭的汗水滴落，手上的薄繭漸生，看着他將生活的苦澀一點一點過濾乾起。父親離開後，家裏老舊的濾水器壞了，母親捨不得換新的。志華放學後去五金行買了濾芯，蹲在琉璃台下研究了整晚。水花濺濕他的臉，和汗水混在一起。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換下的不僅是我，更是那個被保護的少年身份。他正將生活中苦澀的淚水，用自己的雙手過濾成能支撐起一個家的汗水。我的藍色在一次次的洗滌中漸漸泛白，找部與膝蓋磨出經年的痕跡。但那些曾沾染的淚氣、虛浮與塵埃，也仿佛被一同洗淨、磨平，沉澱下更為樸實的質地。今天，他將我仔細摺好，紙箱外傳來他與母親平靜的對話：媽，這些舊校服捐給有需要的學弟吧。這外套手爪都磨薄了，但洗乾淨了。志華的聲音溫和肯定，手指最後一次拂過我的衣領，他陪着我
走歪過路，也學會了該怎麼回頭，怎麼站直。黑暗完全合攏之前，我終於釋然。我未能披在一個完美無瑕的少年身上，卻完整包裹了一個靈魂從迷失的泥濘中掙扎爬起，將悔恨踩進土裏，試圖一步步踏出端正腳印的全部歷程。我的價值從不在於最初的束身艇，而在於最終承載的這份重量，一份關於錯誤、失去、覺悟與贖回的無比沉重的生命重量。父親那句走正路的臨終囑託與志華那聲我知錯了的痛悔呼喊，早已交織在一起，化作他腳下每一步越發沉穩堅實的回響。這回響將在未來的長路上綿延不息。